讲到南机场，更加几多人为面都会爬入南机场夜市业。50年前，这家嘅是由台北市清早清现金的国策，半个世纪过后，无人会注意嘅。这家嘅呢变做落落扣扣嘅路口xã區，老人家大順義夫新出名嘅比例真蠻高。有人講呢，這家嘅係台北市嘅貧民窟。不過睇嘅作為16年里長嘅馮河生，在上空上碰指出嘅xã區就負面看顧弱勢里民。除了政府有限的補助以外，而萬乃去食物資、種錢、青年來聽書，用xã區嘅力量來做社會福利服務。toàn部嘅一陣一陣嘅天火未錯嘅，鬧熱嘅夜市嘅櫃台青年落去，也係個多人會熟悉嘅南機場。看起來鬧鬧熱熱，南機場其實有外地人很得注意到嘅所在。南機場攤商最大呢，那邊都是我的弱勢特別集中區。然後重點是這些弱勢的沒有能力去發聲，攤販的不公平、垃圾安全、公共安全，整條南機場夜市大概200-300隻多瓦斯桶擺在路上，他們都不是我們社區的人，回去晚上睡覺，垃圾擺在這裡，瓦斯桶就擺在這裡，那在我們社區在享用，賺錢他們在賺。論真講起來，總權利南機場社區有遇到公共安全嘅問題，又還要面對老人家多、大順義夫多、新出名多嘅3大難題。總權利不過就係2.1平方公里，殺害嚟為7300人，其中65歲以下嘅老人家有1170例，卡為16%，高過全國平均值。另外，中大順義夫有300戶，新出名未有503人，做得講係台北市弱勢人口比例一等高嘅社區。這些房子只有8平、10平、12平的房子，在租金也便宜。這些的弱勢越弱勢就越集中，在外面1萬塊、2萬塊、3萬塊的房租，他租不起，他勢必只有很多的獨居長者或者是老農民，他每個月領14000多塊，加上中低老人錢加起來16000多塊，他去租外面租1萬塊、15000的，他連吃飯錢都沒有。南機場國策是喺台北市最早最先進嘅現代化國策。過去50年，南機場變做落落扣扣嘅舊社區，後來里長馮河生聲名大通，那唔會死垮垮咧。南機場落發日體導航，但禮拜1、3、5早晨喺老人家做運動、存在經過嘅時間。我星期1打高爾夫球，打球，禮拜1那個有地毯在那裡，禮拜3踩地鼠，星期3踩地鼠，那裡電視出來，給它踩死，還有玩保齡球，地鼠還有保齡球，今天健康操，有拉筋，有拉腰。有拉腳，你看。來。作為東主社區做下，還會半夜條老人家窮下食住，一傳20元就是嚟多改自用嘅飯菜。窮下食飯唔單止省事自家煮，也條老人家還做得一片食一片大嘴骨，相互關心。星期1吃到今天星期5，中午餐而已啦。婆婆你都會來嗎？會啊，我們都付錢，都1個月的，付20塊啊，4個菜1個湯啦，假如有泡菜就5個菜，很好，那師傅都很會煮。大家便一起吃飯，久了這一桌8個人就變成一群好朋友，互相關懷，互相聊天。他有時候他今天去哪裡，昨天去哪裡，或者這狀況了解，讓長輩不在家裡一個人，而是看着電視遙控器在吃飯了。行通唔方便，冇辦法下去樓下，窮下食住嘅老人家，社區會有送傳到路卡嘅服務。
我是四川人，也算客家人了。四川人怕共产党，就所以跑到台湾来了。也是客啦。也是客。短短的夜送传时间，我可能是张一3日係個老人家，今日咧比100突然講話嘅機會，只講每個日機會去看到也到老人家嘅情形。就是老人家嘛，他難免有時候什麼狀況很難，就是說100%的掌握，那就看情況辦事情，也是等於是來看一看他老人家什麼狀況，可以的話就是說，有什麼需要就做什麼事。真的，我們看到一個社區的力量，來自里長還有社區志工們的人那個力量，一起來照顧長者。如果每一個人都像鍾清理這樣子來把老人當作寶，然後願意來一起共同發揮社區的力量，一起來照顧老人，我覺得這個社區的老人問題大概又會減掉一大半，因為社區的老人就不會孤單，他有人照顧，有人關懷，他其實是跟社會產生連結的，不會造成所謂孤獨死啦，或是說在社區裡面死了不知道。阿爸講那位成人嘅教會到位下下睇那，也對超越嚴嘅係啲東西都行整理出來嘅。各位民嘅嘅封號聲，新疆屯超越嚴嘅係都期望人去兩嘅東西出開帶過來，在個本沙期自工整理過後來義賣。水壺換水壺，鞋子換鞋壺，拿去賣，舊的不要，新的留起來，壞也不要了。來看看150塊。一條東西當中一定到位價位，整理，一件賣50元，買到位錢就用來補沙期夫婦唔拿嘅經費。那捷運的遺失物就是經過半年、8個月、1年沒有人認領，就要當廢棄物扔掉。可是很多東西都還堪用啊，我們就把它申請搬回來用。沒有把這物資整理完，就是賣的錢就在營運支持我們這裡這樣子。沙期搶物嘅封號聲就攀物嘅。南機場幸福社會銀行同他家寄付嘅物資攝起來，鑰匙裡面用鍍金鋪點數來換愛嘅東西，台面能款尿布也都民生物資，愛物嘅就有物嘅。像衛生紙啊、罐頭或者是泡麵，對，還有最近天氣比較熱，飲料也越來越多。也只嘅唔單止係物資補給站，鑰匙裡面還做得做沙期志工，用豐富嘅時間來換韓國度嘅物資。食物銀行有30的概念，吃的東西叫食物，尿布叫實際的物品，還有一個時間。那通過你有存摺，里長我500點不夠，我需要多一點，我需要多一點點數，你來幫里長服務15個小時，1小時20點，那你就會取得300點的。希望透過社區貨幣的概念、社區服務的概念，讓需要的人他可以跟人家拿，他也可以幫人家。安尼見累積見順發，南機場沙期志工越多，做得作為沙期服務咪越多，雖然鑰匙人口幾多，有人行講也係特別是平民區。冇乜嘅資源嚟鑰匙促權，唔是講每個需要社會福利來申訴。不過南機場沙期得唔得到政府嘅規劃，做出開始自家想辦法，還俾政府作為國頭錢。安尼沙期名落就係意思係得嚟社會福利支持體內。